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這個胡適可以說是繼續受特朗普影響，受美伊形勢影響。就當特朗普說伊朗方面打來了電話，希望達成協議，而且媒體在說，雖然特朗普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也就是封鎖了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又傳出美國和伊朗16號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第二次會議，所以看着好像和談有希望，所以說資本市場給出了反應。今天胡適高開震盪高走，尾盤還拉升了。財聯社4月14日電，市場震盪反彈，創業板指數漲超 2%， 截至收盤滬指漲 0.95%， 深成指漲 1.6%， 創業板指數漲 2.36%， 可以說這個漲幅都是不錯的，而且這個成交量滬深兩市成交額2.38萬億也不少，一種放量上漲。也資本市場認為美國和伊朗形勢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但是接下來的幾天，對吧？特朗普會有什麼表現？這個很難說，一切皆有可能。雖然伊朗方面想談判，渴望達成協議，但畢竟美國提的這些紅線對伊朗來說都是很難在國內交代過去的。萬斯不是代表特朗普提了6條嗎？這6條伊朗人如果做到了，那就相當於伊朗已經變天了。伊斯蘭革命衛隊還有存在的價值嗎？現在伊朗國內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這麼一支類似於軍閥軍人勢力，它凌駕在世俗政權之上的理由是什麼？合法性合理性是什麼？要對抗猶太復國主義和美國的霸權主義。你如果按照特朗普那6條紅線去做，不搞核武器，把所有的核原料給移除出去，把核設備要交給美國人，完了之後你還要讓國際社會去監督，自己還有承諾，完了還不支持什麼代理人，跟代理人一刀兩斷，你讓伊斯蘭革命衛隊他幹嘛去？所以說在伊朗國內這是一個考驗，如果滿足了美國人，那麼伊朗相當於政權就顛覆了。現在在伊朗掌權的說話術的管事的算數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國際上跟國外打交道的是伊朗的文官集團、伊朗政府，但是伊朗政府沒有權力，所以經常在外面談判，談了半天啥也不是，回去執行不了。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變數非常大，隨時有可能重啟戰火。繼續說胡適，為什麼說胡適是指數牛市，沙灘上建高樓？胡適從2024年、2025年到現在1年半時間都不止了，走的一個指數牛市。按理來說房地產不行了，胡適又走的這個指數牛市，那應該吸引了很多資金進去，儲蓄會下降，因為牛市漲的這個理由目的不就是要吸引銀行的儲蓄資金嘛？從去年就說銀行的什麼存款到期，也就什麼存款搬家，各路機構專家都在說的多少萬億的存款面臨着搬家，所以指數就是牛市，它支撐着中國股市想象空間。但是不好意思，昨天央行公布的數据再一次打臉，去年就有機構說天量的存款面臨搬家，哪怕是搬1/10%、10%，就是多少萬億資金流入胡適，胡適能不漲嗎？昨天央行公布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 13.73 萬億，3月末本外幣存款餘額350萬億元，同比增長 8.7%， 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342万億，同比增長 8.6%。一季度我們的存款增加了 8.6%， 不是說存款搬家嗎？怎麼還越搬還存款越多？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了 13.73 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 7.68 萬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增加 2.68 萬億元。也就是很多企業站上有了錢，他也是存，企業並沒有拿着錢去理財去買股票。老百姓居民增加 7.68 萬億，也是存款。3月末外幣存款餘額 1.1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7.8%。一季度外幣存款增加703億美元，也就是美金外幣越來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人民币升值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賺的外匯越來越多啊，外幣存款餘額
漲了18%。給大家算筆賬，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居民總存款是93萬億，居民貸款這邊是存款，這邊是貸款，舉債是63萬億。實際上這兩項一減，也就是我們的淨儲蓄2020年只有30萬億。有人玩命的貸款，我們整個把大家算到一起，我们的居民的存款實際上30萬億。那麼2026年，現在5年過去，我們的儲蓄172萬億，貸款只有72萬億，也就是國內居民淨儲蓄是100萬億。5年前是30萬億，現在100萬億。這說明什麼呢？跟5年前相比，我們降槓桿，就是不貸款，不買房子，不貸款買車，不去借錢，盡量的不借錢，勒緊裤腰帶，不消費也不花錢，一邊降槓桿，一邊節約存錢。央行公布的數據實際上就為我們揭示了為什麼現在經濟是這個現象。怎麼刺激它也不消費，怎麼刺激你房子也賣不掉。整個3月份小陽春也沒見居民貸款增加，你怎麼刺激？你股市怎麼在那鼓吹指數牛市，大家依然不去炒股。這就是你看2024年9月份開始的這個指數牛市到現在，你聽不到什麼理髮館的托尼老師聊股票，你也很難聽到菜市场賣菜的聊股票。這個和前幾輪牛市完全不一樣，前幾輪牛市真的是存款搬家，但是這一輪就透着一股子詭異。你怎麼忽悠？韭菜他就是不入市，當然也有很多小白入市的，一入市就套。你一入市本来還想在裡面賺一點就走，結果你一進去就被套。就從2024年9月份到現在，無論你是哪個時間點進去的，都在賠錢。是2024年9月份以後入市的，沒有賺錢的。現在碩果僅存的一些說還盈利的散戶，他很有可能是2024年9月份之前埋伏進去的，類似于胡一進這樣的人，現在恐怕稍微有點盈利。2024年9月份以後入市的，有一個算一個，恐怕都已經被割得差不多了，現在是在祈求解套中。所以這就是指數牛市的真相。你看，你說1000到1萬，你把央行公布這數據看一看，難道現在銀行存款多了，是我們賺錢能力強了嗎？是你的工資漲了是嗎？是你有兼職了是嗎？你的年終獎多了嗎？不是的，大家的收入在下降。你要知道，大家收入在下降的時候，存款还在增加，你說這是什麼個意思啊？那就大家褲腰帶勒得更緊。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這個節假日玩的人很多，人均消費還在下降，恨不得一天出去就花100多塊錢。這就是真相。沒有錢的人玩命的存錢，對吧？靠叫預防性儲蓄來給自己找到一些安全感。有錢人他也不消費。我相信这個多的13萬億的一季度啊，多出13萬億，你就相當於什麼概念啊？我們一個人多存了1萬塊，平均剛才說了，實際上我們收入沒有增加，我們有的人還在失業，那怎麼平均下來一個人多了1萬？那就是有錢人掙的更多了，是吧？有錢人掙的更多，他替你存了，你也不要想你那1萬是別人替你存的，有錢人他也不投資，他也往銀行裡存。所以現在胡適無論怎麼表演，說白了還是想吸引這個天量的存款入市，但是你怎麼吸引，大家也不想進去，就這麼個局面。任你怎麼吹牛市，什麼注水牛，什麼科技牛，這個牛那個牛，反正咱們很多老百姓已經叫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繩，被你搞怕了，大家都心裡有數。你怎麼吹，反正我就是不買。房子也是，你怎麼吹小陽春，你怎麼吹的房價到底了，人家就是不買，就是一個字等，玩命的還貸款，從牙縫裡摳錢，存銀行，這個已經變成現在很多韭菜不約而同的趨同性的一個動作，也就是大家都一樣，越來越多的人，咱們已經在2021年9月份恒大一暴雷，咱們就天天說要存工行，什麼玩意都不要買，什麼理財都不幹，什麼創業，什麼加盟，什麼開餐館、奶茶店都不參與，就命存錢，玩命的還按揭貸款。這個咱們可是5年前就說，對不對？現在你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隊伍，所以央行的數字發生變化，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你即便是今天領悟到這一點也不晚，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還沒想到這一點，還執迷不悟，把自己辛辛苦苦8小時通過身體換來的錢，血汗錢，準備去搏一把，準備去加槓桿幹這個幹那個，
你都是去替別人接盤的，都是去替別人高位站崗。胡適其實沒什麼好說的。我們看看證券專家劉繼鵬，他今天又發了一個微博，他說中美對比，中國股市會更好。這個標題就很吸引人。中國跟美國對比，中國的股市會更好。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得出這麼個結論，中國的股市會更好。如果這作為一個許願是可以的，是個願望。我們希望中國的股市比美國好，這個作為一個願望是可以的，你不能沒有夢想啊。但是在短期內，不要說這個什麼20年、30年，就短期3、5年，甚至10年、8年裡面，你說中國股市比美國股市好，這個都是可以說是一種自欺欺人。當然我們反過來說，很多東西你要從哪個角度來看。如果從贾跃亭的角度來看，贾老板、贾會計來看，那中國股市那一定是比美國股市好。美国的股市是人待的地方嗎？對吧？贾会計這麼有才的人，居然在美国埋沒了，对不对？資本市場不待見他，刷不起來。他也在胡適，那胡適那絕對是生龍活虎，虎虎生威。所以說你要從贾跃亭、贾老板的角度看，那肯定是中国股市比美国股市好多了。我们看看这个劉繼鵬教授他怎麼說的。他說最近整個國際形勢波譎雲詭，特別是特朗普現在是世界舞台上第一演員，他的一系列政策都決定整個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走向，這沒毛病，就他的一句話會影響整個的資本市場還有期貨原油走勢。其實這幾天中國的股市跟國際市場一樣，在隨着特朗普一會兒說和談，股市就上漲，一會兒又出現重新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又開始下跌。就這種變化，而實際上在今年後邊也會經常波動，因為特朗普後邊還面臨很多難題。好，劉繼鵬他說，特朗普跟歐盟國家的衝突，跟加拿大的衝突，跟格陵蘭島的衝突，以及他內部愛潑斯坦事件跟美聯儲的衝突，現在都在打着官司，還有他的關稅也被判輸了。還有一個說，特朗普面臨的是今年中期選舉，說11月3號兩會的選舉對特朗普後邊2年的執政非常關鍵。如果今年中期選舉特朗普如果失利的話，因為中期選舉主要是選兩會，39個州長，39個州長這次要是定下來，每個州選誰，還有參議院1/3的議員要換，那眾議院400多個議員都要換。在這種情況下，他說這個中期選舉現在是共和黨佔了微弱的上風。如果現在特朗普再這麼幹，在美國也的確是老百姓不太認同。劉繼鵬認為，特朗普這次中期選舉很可能出入劣勢。如果出入劣勢，最大的風險就是他甚至有可能被彈劾，因為特朗普愛潑斯坦事件一系列，包括這次美國伊朗的戰爭，還有他破壞了跟這個歐洲國家30-50年的這種傳統的友誼和關係，導致越來越緊張。這就是劉繼鵬認為，所以特朗普麻煩不斷，中期選舉如果敗了，他後面就面臨着彈劾，就這意思啊。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向何處去？他說這個也是國際上一個大事，關鍵是特朗普決定了後邊美國兩黨，美國的政治體制可能有一次較大的混亂。另外就是美元處於弱勢，美債高達38萬億，在這種情況下，今年美國這一仗，通脹還得高，市值還得大，美債還得上升，就這意思啊。也就是這個特朗普是忙中出錯。劉繼鵬他說，我倒是覺得一定不能把錢都放在美元那，就是美國資產。他說，所以今年變化會比較大，也就是就會導致美國股市有很大的波動，有可能要下跌。但是反過來看中國，他說坦率講，我們儘管有種種的不足，但從國際情況看，中國現在是越走越好，國內問題一定要處理好了，我們的資本市場也就從4000點這麼一個方興未艾的時期，他說沒有理由說中國的股市要繼續暴跌，重新在4000點以下長期徘徊。所以說他認為，一邊是美國股市面臨不確定性，就是在特朗普這種一通騷操作之下，美國股市面臨着下跌的風險，而我們這邊風景獨好，因為我們沒有理由再跌到4000點以下，我們只有往上漲的一條路。所以這麼一對比，那我們的股市就比美國的好。怎麼說？這個應該是作為一個願望是可以的，但是作為實際情況，這個很難發生，因為基本面不一樣。我認為作為專家，你脫離了兩個市場的基本面說這些意義不大。我們截取某個片段，就是2個月，你截取2個月期限，這2個月之內
或許美股表現沒有 A 股好，這個不能否認，也可能短期，但是你要長期看，那你完全跟人家不是一碼事，因為根基不一樣，人家地基打得牢，無論後面怎麼變，最終它都會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你這個地基打得不牢，無論怎麼漲，最終是要垮下來。你看地基不牢，地動山搖，什麼時候垮咱不知道，但是垮的時候一定很壯觀，隨時也可能垮。你看看美國資本市场有什麼欺詐善事嗎？有財務造假嗎？對吧？這些講故事的不用負法律責任嗎？有操縱股價的嗎？這些美國或許有，但是極少，很容易被人揪出來傾家蕩產。那賈老板那在胡適那是一把好手，講故事的好手，什麼欺詐造假那都是家常便飯。但是到了万惡的資本主義，到了美帝那兒，怎麼就是龍的盘着，是虎的握着？再看看胡適這邊，你天天抓都抓不完，這俩是一碼事吗？你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真的能經得起查的有多少家？有多少家應該退市，讓它滾出這個市場的？不要說資本市场上市公司了，就連監管是吧？村長那麼多村長都進去了，監管的人都進去了，這是一碼事。所以說專家不能瞎忽悠，真的有很多韭菜小白看了專家說的，然後興冲冲的去開戶，把自己那個血汗錢拿去投資，最後是血本無歸，這樣好嗎？這個胡適36年來有幾個人賺到錢了？胡適賺錢的大部分都是那些大股東，什麼實際控制人，人家是上來就割韭菜，割完就走，財富自由，家族傳承。韭菜拿着自己的血汗錢想進去搏一個未來，那不是笑話嗎？對吧？你的本金就是人家的未來。嚴格意義上，雖然都叫資本市場，都是股市，但是胡適和美國資本市場那完全是兩碼事。嚴格意義上不應該放在一起比較，因為你这兩個不是一個東西，怎麼比？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這胡锡進老師很有意思。胡锡進老師很有可能炒股沒賺到錢，為什麼？他現在代言去了，跟加藤老師一樣，居然給那個汽車代言一個沃爾沃。我今天看了一下，但是嚇我一跳。胡锡進老師今天他早上發了個微博，但是我一看馬上就反应過來，這胡锡进老師是代言了是嗎？是在做廣告。他說老胡平常出門近的地方騎共享單車，遠了都是開車。做新聞求新求快，開車則求穩求踏實，尤其是一家人出行。老胡覺得沃爾沃是在追求這個安全品質，祝沃爾沃汽車99歲生日快樂，還配了一個沃爾沃汽车這個圖。風浪再大，方向盤要穩，輿論再雜，安全是底線。胡锡進叫資深媒體人，一部沃爾沃，半部安全史。怎麼說呢？我一看完我震驚了，我覺得可惜了沃爾沃這個品牌，這讓我想起了這個著名的大 V 加藤老師，他給哪個汽車代言？那汽車好像現在差不多了，已經。這沃爾沃品牌本来现在就不太容易，我感覺現在都是新能源汽車是不是火一點？這沃爾沃本來壓力就挺大，你說這叫亂中出錯，叫昏招頻出，居然讓胡锡進老師這麼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去代言。追求了一輩子安全的這個沃爾沃，臨了還不安全。所以說這個世界是個草台班子。這沃爾沃汽車，他們公關部門難道不去調研一下嗎？這些人的口碑，一方面也說明胡锡進老師缺錢了。我記得他很少的搞這種代言，這種廣告，很有可能這幾年在胡適天天研究，夜裡研究美股，早上研究日韓，上午研究這個胡適，下午又研究特朗普的講話精神，這麼連軸轉，完了還賺不到錢，壓力很大呀，是吧？那正好接個廣告，貼補家用，賺點是點。胡锡進老師說啊，他說風向就轉了，他說不排除美國與伊朗在搞非對稱表演，說美國封鎖伊朗全面啟動，油價反而下跌，美股收盤大漲，原因是巴基斯坦率先重磅發聲，表示和談可能會很快恢復。伊斯蘭堡正為此全力以赴，後又有消息流傳，新的談判16日就將舉行。特朗普又來勁了，在白宮對記者吹牛，伊朗打電話過來了，非常想達成協議。胡錫進老師說，他說不排除一種可能性，萬斯周日在伊斯蘭堡宣布談判未果，他們只能拂袖而去後，
他們已經與特朗普做了溝通，特朗普決定再做些讓步，美方評估伊朗也會在核問題上轉變態度，於是特朗普同步宣傳封鎖伊朗，他要制造伊朗在美國威懾下重回談判桌，並且向他屈服的印象。也就是胡锡進老師認為特朗普一切都是下大棋，你看明知伊朗答應了，他馬上還要來談判，特朗普故意的再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給人印象就是我在特朗普的淫威之下，伊朗不得不來談判。這就是胡锡进老師他個人的想法。老胡一直認為伊朗最終會接受明確去核，但他們需要確認特朗普對停火止戰是有誠意的。胡锡進老師一直認為，我覺得胡锡進老師一直認為伊朗會跟美國死磕到底，不是嗎？要為哈梅内伊報仇嗎？對吧？要重創美國嗎？怎麼胡锡進现在他說他一直認為伊朗會接受明確的去核，這是要把哈梅內伊氣得坐起來。特朗普打得過伊朗，但他打不過布倫特原油和美股，整個市場才是他的真正對手。說伊朗撐10天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封鎖不會有問題，但讓特朗普面對連續2-3個美股暴跌，他會崩潰的。必須有好消息，沒有好消息就深造好消息，而且要在美股盤前和盤中。就是說胡锡進老師認為伊朗能扛，吃草皮吃樹根能扛3年，就這意思。但是你特朗普扛不了2個暴跌，美股再跌2回，你特朗普就跪了。這是胡锡進老師他純粹個人意願，而且是脫離現實。事實上是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伊朗撐半個月，那是什麼一個場景？胡锡進老師他不了解，他不懂。特朗普把伊朗的原油出口給掐斷了，一滴油都賣不出去，會導致個什麼？最起碼首先第一個就是伊朗的所有的儲油設施這幾天就會被灌滿，船也被灌滿，能裝油的一切都要灌滿。灌滿之後怎麼辦？油井就得封，他就停止開採，他開採了賣不掉，對不对？也沒地方儲存。這個油井一旦封上，那你再去開採很難。也就是說你成本，這不光是說這你油賣不掉，沒有錢進來的問題，還有一個賬庫存的問題。伊朗自己雖然有原油，但是他自己石油煉化能力很差，他自己煉汽油柴油這個能力非常弱，所以伊朗的汽油柴油還靠進口，他現在進口都斷了，伊朗國內馬上連汽油柴油都沒有了，革命衛隊那個導彈發射車沒炸掉的也跑不起來了。就是這個時候胡锡進老師還在盼着伊朗還能扛得住，特朗普跪下了。特朗普扛不住不會跪下，這個胡锡進老師又搞錯了。我說了，特朗普如果扛不了通脹，他害怕了，美股暴跌，油價暴漲，通脹，那特朗普他就會出動地面部隊，而不是選擇投降，而不是選擇特朗普撤軍，什麼停火。這是胡锡進老師，這叫徹頭徹底的徹尾的這誤判。特朗普現在派美國軍艦去圍堵封鎖伊朗的出口，主要是不願意，不到最後時刻不願意派地面部队，派地面部队多少美軍恐怕有些傷亡，所以他叫兩害相權取其輕，他選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一旦封鎖不成，人家就要動用地面部隊，而不是投降，不是逃跑。所以胡锡進老師到現在還在誤判，要害死伊朗人呢。當然了，伊朗人比胡锡进老師要務實得多。伊朗人是嘴硬，但是心裡門清，對吧？該跪立馬跪下，毫不猶豫。胡锡進老師居然認為特朗普和伊朗人2個人唱雙簧，演戲給大家看，對吧？這也是為了為伊朗洗地，對吧？伊朗雖敗猶榮，為什麼呢？伊朗是在配合特朗普在演戲，一對仇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對仇人居然還配合演戲，演給誰看呢？演給印度的盘子們看是嗎？当然最後胡锡进老師目光最後的結論又落腳到中或贏，反正你怎麼整，最後贏家一定是大國，隨便你們怎麼打，人腦子打成狗腦子。你油價從80美元一桶打到200美元一桶，再從200美元一桶打到80美元一桶，反正來來回回贏家就是大國，怎麼整都是贏。你把霍爾木茲海峽堵上也是大國贏了，你把霍爾木茲海峽現在恢復暢通，那更是大國贏，对吧？也就是大國是立於不敗之地。胡锡进老師又發了個帖子，他說美國封鎖伊朗顯然牽涉到大國的利益，因為伊朗石油出口最大的方向就是大國。他說我認為
美國又順勢向大國施壓，要大國幫助敦促伊朗達成協議的意思。儘管這個行動不是專門針對大國的，老胡個人猜測說，大國一直與巴基斯坦或直接與各方溝通，勸和促談。說阿聯酋的阿布扎比王儲抵達大國訪問，這個都是向大國求援，由大國出面。老胡還相信美方現在沒有在波斯灣向大國發難的資本。美國媒體配合五角大樓造謠大國向伊朗提供武器，其實是要通過這個謠言提前防止大國那樣做。胡锡進老師又表態了，胡锡老師替大國表態，他又代表大國了。他说大國当然不會向交戰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你看看，我記得大國外交部的人回答的都是含含糊糊的，但是胡锡进老師這個斩钉截鐵說大國不會向伊朗提供武器，但大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如果美方要借這場嚴重爛尾的戰爭傷害大國利益，老胡相信大國有很多牌可以讓美方得不償失。你看，这本來是美國和伊朗的事情，怎麼就有人處心積慮的非要把它往自己頭上攬呢？要是唯恐避之不及，不想跟這沾邊，你們整你們的，咱整咱們自己的。為什麼胡锡進老師這樣的人一天到晚的就非要把這事往自己腦袋上頂，也就把自己的腦袋非要往那門裡夾，往那個電梯裡伸，很有意思。這是主動的警告美國，你要是要在伊朗那兒想傷害大國利益，大國有9種辦法，對吧？讓美方損失慘重。人家說看熱鬧不嫌事大，你看熱鬧的看着過去還把腦門伸過去，不理解這些人為什麼就這麼好鬥。很有可能他們認為反正這打起來跟他沒關係。說來說去，這些人才是罪人，因為他就挑起跟國外的矛盾打起来，但是打起来自己他也不用上，他跑了，他就跟伊朗的那伊斯兰革命卫队那高官一樣，家屬帶着天量的財富生活在英國、法國、美國，自己在國內領導西方的鬥爭，就跟加特老師一樣，沒辦法，談判就吃這一套，談判就靠反西方刺激啊活着，靠這個信念。他不管是反美反西方是到底為什麼，達到什麼目的他不管，反正你只要反，他就能活下去，這就是他畢生的動力。這個動力怎麼來的不知道，但是像加特老師、胡锡進老師這種或者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些高官，他們反美那是為了賺錢，為了收割，更好的到美國去生活。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